等些鸭子儿子辛苦起毛糖来。那弄得起毛呢？跟我走，不但毛，而且让多见识见识，当时哪样做出来的？蛮好，学着点啊！下趟万一弄一天不差平台，这还改啊？好起来来得及了。忙熬当。杀鱼，晒得了。下趟好位置自家做哈，等到屋里自家熬。我干我也不会了，我要会那个。干脂肪、干热量，放黄汁，200多个糖，拿松子汤烧。对啊，阿看见现在来新疆辰光，一等了外头做甜最嗨。哦，香多出来了。热到吃你那个粽子了，热了呢哈。那个先来啊，补好玫瑰来着。你上头猪摊不偷摊？我看网上讲，现在出来要打猪摊，吃么子也要打猪摊。你看搿只视频，就像个松子真的多的。不懂么饭还吃光？你上次旁边塞进去。有关部门要求的，搿么我有毛病了哇！隔壁。对啊，今朝吃个盐州毛饼，我这边大显身手。你够生我去了，川边话顶啊，关于参与，怪不得个毛饼一吃就100。乖乖呀，搿场店注意的啦！哎呦，搿场店的皮子一包，搿场店娘，哎呦，我最13岁了。打那样飞到世界，对的。少年讲叫，今朝能赚铜钿就可以。哎呦，灵啊！香得嘞，我当初开这样门得了。那送样么子不呢？毛饼、松子呢？哎，那店的伴手礼的啦。哎呀，我今天在那下侪是当年儿子辛苦去买一个么子。你的师傅汤讲，搿个毛饼有点晒脱的，实在看不懂。我再搞上水包下去烫一烫。哟，哈啥人？大钟。5分钟开蒸，这个好伤脑啊！云南特色鲜花饼。没吃，侪是个美女，一个比一个漂亮。4斗金华光，我一个懒汤凤凰蛋。这是我们清江鱼，然后高粱。那个没有美颜，没有滤镜，反正那张呢，说这是搿趟店人认得我，摆在讲浪家去变黑噶，文档直播。你用不到long眼睛够漂亮子，现在漂亮得不得了呀，秀色可餐，从眼睛门一亮，一盏灯开了海，接着就是垃圾店。现在是好过吃的，2个美女请我吃咖啡。哎，对，差不多个叙利亚风格，现在喊的。哎哟，这个海打他一半个响的，战火纷飞中喝咖啡。一个2两的是苏门题，我看见从苏几个会上，谁想让我三辰光的厕所，有一种阿拉发出的感觉。我是坐辣外头吃海，那个美女爱发来着，吃毛饼子。至于退名字，我也喊吃了。哦，好吃了。我在苏州很想你，现在不是更多2人来，从来不晓得苏州会有一大一块风水板子，吃海咖啡出来。现在我要带大把好工具去看看。连江，传说当中高原来要个屋里，睡了里向，